歡迎收睇置業攻略。金融市場活躍，有唔少大型外資機構喺核心地段擴充，大範圍租用寫字樓物業。呢啲外資機構點解擴充得咁快呢？喺選址、空間利用上又有啲咩要求？今集我哋請嚟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董事湯卓軒 Jack 同我哋傾下。Hello Jack。你好。咁留意翻你哋市場報告啦，就講到近年有唔少國際嘅大型對沖基金啦、高頻嘅交易商啦，都會選擇喺香港度擴充租用嘅面積嘅。例如係簡佳資本舊年7月咧就租用咗中環嘅 Central Yards 啦，就有20幾萬尺嘅樓面。咁點解近呢2年會多咗咁多大型嘅租賃個案？佢哋去嚟香港擴充或者設總部嘅原因又係啲咩咧？咁其實咧都有好幾個方面嘅。咁第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呢一類咁樣嘅大型嘅對沖基金或者交易基金，其實本身個盈利能力咧都好強嘅。其實就好似頭先咁講簡佳為例啦，咁佢舊年頭3季嘅交易嘅盈利咧，其實已經去到240億美金，係僅次於呢個 JP Morgan 同埋 Goldman Sachs 咧，係排全美第3嘅。係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導致佢哋有好充足嘅資本咧去擴充。咁第二咧，亦都係講緊本港嘅股票市場啦，亦都係喺過去呢2年係回暖嘅。我哋講緊舊年股市咧平均每日嘅成交量咧係講去到2500億，係比前年係翻咗倍啦。咁而我哋嗰個 IPO 嘅 market 亦都好活躍嘅，淨係舊年已經有集資超過2800億，而嚟緊咧亦都講緊會有3200億嘅集資額，亦都有300幾間公司係排住隊上市。喺咁大規模嘅一個叫做資產嘅資金嘅調動之下咧，我哋都睇到有好多一啲咁樣嘅機會俾呢一類咁樣嘅自營基金啦，呢個對沖基金或者係呢個交易商咧，係去做佢哋操縱或做佢哋嘅成交嘅。咁好似自然地咧，佢哋亦都會希望咧選址落戶翻香港最核心嘅地段咧，去攞佢哋嘅做一啲擴充嘅寫字樓嘅情況啦。除咗你講到新股市場個表現都幾好之外，其實香港同鄰近國家去比較個優勢有啲乜嘢？嗱，咁其實香港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或者2個啦，好大優勢啦。咁就係以亞太區嚟講係一個少有嘅係同一時間咧，佢就會係可以有實體股票啦，亦都有呢個期權啊，亦都有呢個衍生工具嘅產品同埋一啲結構性產品都集於一身嘅一個多層次嘅金融市場啦。咁呢個亦都係對於呢一類有多種唔同嘅交易策略嘅呢啲叫做對沖基金咧，會係一個比較可以靈活運用同調配資本嘅地方。咁當然另一個最大優勢就係我哋都係背靠祖國啦，我哋亦都係其中中國資金嘅一個好主要嘅進出嘅市場。咁亦都令到好多呢一類咁樣嘅外資嘅交易基金咧，除咗睇我哋本港股市，都會睇翻同中國有關嘅資金嘅進出啦，甚至係整體亞太區嘅股市咧，都可以喺我哋呢一個市場上面咧係做到唔同嘅一啲交易同埋匹配嘅，所以亦都導致佢哋香港喺佢哋嚟講咧係一個非常理想同合適嘅地方去擴充佢哋嘅業務嘅。咁呢啲金融機構嚟到香港擴充嘅時候，嗰個選址點解一定要喺中環區？係咪因為都叫做傳統嘅商業區？嗱，咁就都會有幾個層面啦。當然你都講得啱。咁第一個就係其實嗰個叫做名牌嘅效應啦。咁始終我哋最核心嘅商業活動咧，其實都係過往都一路喺中環咁發生。咁從最初嘅一啲叫做投資銀行啦、傳統嘅基金啦，到而家對沖加基金咧，其實全部都係我哋最高質素嘅甲級寫字樓咧，係喺中環裏邊係發生嘅。咁所以變咗好自然地，佢哋都會以翻呢一類型嘅甲級寫字樓為佢哋嘅首要嘅選址。咁另外咧，亦都因為咧喺過去4至5年咧，我哋整體無論中環嘅租金或者整體寫字樓租金，其實都已經回調咗接近40到50%，空置率亦都有大概10%至15%。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有更加多嘅優質嘅寫字樓嘅樓面嘅選擇咧，俾呢一啲基金去做擴充。咁自然佢哋都會喺flight to quality 嘅情況之下咧，都會希望盡量選取最優質嘅寫字樓去作為佢哋辦公嘅地方。而最後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少為人知嘅一樣嘢，就係其實咧呢一啲對沖基金點解每做擴充嘅時候可以係唔係話淨係1萬尺2萬尺咁做嘢，可能係以倍數咁樣去擴充咧？就係除咗本身佢哋對
真正辦公嗰個樓面嘅要求之外咧，佢哋本身呢一類型嘅基金亦都係好照顧佢哋員工嘅一啲福祉嘅，所以喺個寫字樓樓面裏邊亦都會包括好多一啲叫做配套嘅設施啦，例如係一啲餐廳啊、廚房啊、或者係一啲gym 啊、一啲 recreation 嘅 facility， 係照顧翻佢員工好多方面嘅生活上嘅其他嘅需求，咁所以亦都導致佢哋喺擴充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係比其他類型嘅機構咧係需要嘅樓面係更加大嘅。咁租金成本係咪都係佢哋考慮嘅其中一個因素咧？嗱，正如頭先咁講啦，喺整體租金回調咗50%之後咧，喺中環最核心地段咧嘅 available 嘅樓面咧會係佢哋嘅首選。咁但係當然其實以翻佢哋本身嘅盈利嘅能力嚟講咧，租務嘅成本咧只係佔佢哋整體成本都係一個比較相對細嘅一個嘅一個比例啦，所以我哋感覺上咧就唔會話同一般嘅機構一樣，或者我哋每一次計你個 relocation 嘅 extension 都要計晒數，話真係我哋即係咁樣去租多幾多尺，咁就要使多幾多錢，或者喺邊度慳翻啲咩錢咁樣咧，對佢哋嚟講就唔係去計呢樣嘢，而反而就係話咧係我哋最希望可以入到嘅，就喺中環最核心、最甲級或者相對比較優質，係即係可能有 ESG 認證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facility 嘅提供嘅情況之下咧，點樣可以攞到足夠佢哋使用嘅樓面？而令到佢哋可以擴充佢哋嘅業務嘅。咁睇翻你哋個研究報告啦，就見到中環商廈嗰個出租率方面，就例如係置地國金會相對高一啲啦，但係反而可能萬怡大廈或者長江二期佢個出租率就會低啲喎。咁其實中環寫字樓之間係咪個競爭都算大咧？其實都係，我哋都明顯地見到咧，都開始有一個分化，或者我哋甚至可以叫兩極化啦。咁我哋最先因為由於呢一批嘅加基金或者對沖基金嘅擴充咧，佢哋就攞到最優質超甲級嘅樓面，所以我哋先可能見到係國金1期啊、2期啊、即係大廈或者係 AIA Central 呢啲都會先會被填滿先。咁跟住咧，慢慢地就會流向咧，即係可能係都係喺核心地段，可能係我哋講緊置地嘅 portfolio 啦，係啦，咁就開始亦都會見到今年開始咧會有一啲唔同類型嘅租務喺度發生。咁相反地，如果離開咗呢一個核心範圍，其他嘅中環嘅甲級寫字樓咧，可能面對競爭就相對比較激烈啲。雖然佢哋可能個租金而家都係講緊去到50蚊或者60蚊，咁但係相對嚟講，因為佢哋嘅定位相對冇咁清晰，亦都佢哋嘅樓面啦，或者每一層嘅樓板嘅面積咧，未必係咁適合呢啲咁大型嘅基金去選址。咁嘅情況之下，可能佢哋就會相對嚟要競爭翻另一個層面嘅一啲組合，譬如係一啲叫專業服務機構啊、一般嘅銀行啊，或者係其他類型嘅一啲租戶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嗰個競爭就會激烈啲嘅。唔該晒 Jack。今集置業攻略時間嚟到呢度。